日本妖怪大百科火車。火車咧就唔係同我哋現代人講嘅火車咁樣嘅喎，佢係一隻會奪走人類嘅屍體啦，而且全身係會俾火焰包圍嘅怪物。佢嘅外形咧就好似兩條尾嘅人形貓咁樣啊。一般佢出現嘅時候就會伴隨住啲閃電啊同埋烏雲一齊出現嘅，並且係專係會攻擊啲喪禮。咁佢嘅目的呢，就係為咗奪走喺在世嘅時候作惡多端嘅人類嘅屍體，有時候啊仲會將棺材都掘埋出嚟啊，跟住就去食棺材入面嗰啲屍體啊。另外呢，佢都會幻化成女仔嘅，咁啊嗰陣時就會被稱為花車。如果遇到火車嘅時候，大家可以點樣保護屍體呢？咁就有3個方法。第一個方法就係搞2場喪禮去呃火車啦。第一次嘅喪禮入邊嘅棺材就淨係擺石頭喎，咁啊令到佢食唔到啲屍體。而第二個方法呢，就係喺棺材外面裝晒刺刀同埋長刀，令到火車唔夠膽出手去掂嗰個棺材。而最後一個方法就喺出殯嘅時候，仲念3次唔俾火車食，唔俾火車食，唔俾火車食，都係一個有用嘅方法。